歡迎大家嚟到癲佬有料賽馬貼士第72個賽馬日，25年5月18日，沙田日馬10場賽事 C+3 賽道。大家好，我係癲佬。第一場1400米5班，癲佬嘅心水係6號夢幻進區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二隻8號中華威威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三隻1號嘉應威風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七。第四隻13號悠遊俠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二場1200米5班，癲佬嘅心水係7號南區王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2號火神神樂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三隻12號着着領先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四隻8號準確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三場1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6號天天灑落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二隻7號嘉應駿馬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三隻3號運來勇士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四隻11號有你有我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四場18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2號東方飛影，近3轉裏邊跑過2次第三。第二隻14號波爾多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三隻6號長勝將軍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四隻5號青春力量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五場10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號中環精英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二隻11號鼓浪高升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三隻13號魅力星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四隻8號洪德威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九。第六場12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號標之極光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二隻9號花香月明，近2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三隻12號風采人生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四隻11號高感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七場120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號蒸蒸日上，近3轉裏邊跑過2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9號星英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三隻2號魅力寶區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四隻4號包裝伯樂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八場14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2號笑喜喜，近3轉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12號考眼光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三隻4號川河首區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七。第四隻11號前衛火影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八。第九場1200米3班，
癲佬嘅心水係4號巴基之星，近3轉裏邊跑過1次第二。第二隻8號英勇快車，近3轉裏邊跑過1次第三。第三隻11號實力派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5。第四隻6號順城之星，近2轉裏邊跑過1次第三。第10場16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9號時時精準，近3轉裏邊跑過1次第二。第二隻4號大千氣象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4。第三隻2號大浪淘田，近3轉裏邊跑過1次第二。第四隻1號飛輪步，近3轉裏邊最近係跑過第4。麻煩各位靚仔靚女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收睇同埋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